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嘅頻道。今日咧會講個比較有意思嘅問題。呢幾年咧係好多中國嘅做視頻的博主咧都想喺 YouTube 上邊賺錢，咁都開通咗 YouTube 嘅頻道。咁咧佢哋將呢啲內容搬到 YouTube 上邊之後咧，係會使用繁體字嘅。咁問題就嚟啦，你點樣 YouTube 嘅頻道上邊點樣可以分辨得出邊啲人係嚟自中國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就3個字嘅啫，直不直。就睇佢嘅視頻嗰個題目咧有冇呢3個字。如果有呢3個字咧，直不直咧就一定係嚟自中國嘅。好比如話開箱一個耳機啦，無論係幾百蚊又好啦，或者幾千蚊又好啦，如果咁佢嘅標題通常就話：哇！呢隻耳機3000蚊喎，5000蚊喎，值唔值啊？咁樣。咁再有就係咧，住間酒店啦，食餐飯啦，300蚊喎，800蚊喎，2000蚊喎，咁樣。呢餐飯值唔值咧？呢間房值唔值咧？甚至乎拍拖啦、留學啦、工作啦，樣樣嘢都帶埋呢3個字嘅，值不值？如果有呢3個字嘅99%啊，99%都係會嚟自中國大陸嘅。值不值呢3個字咧，就成咗中國係點樣睇呢個世界？呢3個字咧，亦都成為咗佢哋心目中嘅嗰個一把尺，一日24小時咁樣評判呢個世界究竟係咩回事。但係如果你去睇歐美啊、日韓啊，甚至乎係港台嘅內容嘅啲 up 主咧，佢個話題好少人會咁問㗎。佢哋會問佢，即使係佢哋嘅視頻頻道咧，都會話我中唔中意、啱唔啱、合唔合適、體驗係點？呢個差別就好容易睇得出嚟啦。所以咧，今日我哋講嘅問題就係點解中國人咁中意問值不值？佢哋究竟問緊啲咩？為何又要咁樣問？為何要咁樣用呢把尺嚟睇呢個世界呢？講真，中國人點睇呢個世界呢？好深層次嘅，我估用嚟寫篇論文啊都寫唔晒。咁先從表象開始講啦，就係性價比文化嘅爆發。最直接嘅解釋當然係消費時代，值不值係消費者保護自己嘅一種方式。中國人買嘢早就已經唔滿足基本嘅生活需求啦，而係一場鬥智鬥勇嘅較量。商家賣家嘅套路深，真假難辨，價格咧浮動又好隨意。當佢哋習慣咗性價比，比如配置，比如功能，比如優惠幅度，就希望將做晒表格啊，將所有嘅我得到嘅、我付出嘅做個精細嘅對比，每一個人都驚住被割韭菜，而社交媒體又放大咗呢種心理。當人哋用更低嘅價錢買到更好嘅嘢，你就會覺得自己不值得。於是乎，呢啲做視頻嘅博主為咗吸引點擊、吸引流量、投用戶之所好，就乾脆將值不值呢3個字放入咗標題，掛響嘴邊。大家都形成咗種風氣之後，久而久之，呢個3個字就成咗國民級嘅口頭禪。但呢個都只係表象啫，深層次嘅原因就喺後邊。咁第2層嘅邏輯又係咩呢？就係實用主義同埋功利教育啦。從細到大，中國人被教導嘅都係咁樣嘅，要做有用嘅人，揀有用嘅路，做有用嘅事。你要學理工科，因為理工科先至有出路。你唔可以學音樂美術，因為嗰啲嘢係食唔飽飯嘅。你唔可以談一場冇結果嘅戀愛，因為咁樣會浪費你嘅人生，浪費你嘅時間。所以咧，佢哋灌輸嘅唔係你中意咩，而係能夠呢個樣嘢能夠為你帶嚟啲咩，即係利益。值不值呢個問題本質上邊就係工具理性嘅終極表達。佢假設
一切都可以用投入產出比嚟作為衡量。而呢種邏輯係從邊度嚟嘅呢？其中一個重要嘅來源咧，就係中國嘅教育體系同埋宣傳系統。中國嘅教育嘅教訓強調嘅咧，就係服從效率同埋集體利益優先，從來都唔會考慮獨立思考嘅嘢，或者係多元嘅價值。從小學課本開始就話你知，盧如風係值得學習嘅榜樣，因為咧佢係無私奉獻。中學政治課教俾你嘅咧係社會主義價值係最優嘅，而質疑就係錯誤思想。到咗大學啦，就要求你背誦人生嘅價值在於為人民服務，但從來都唔會問你，嘿，你想過咩樣嘅人生啊？就係咁樣日積月累，長期嘅洗腦式教育之後，中國人咧就係會咗咁樣嘅一種思維模式。判斷一切事物嘅價值，要睇佢哋係咪有用，係咪符合主流，係咪可以換嚟啲咩？所以唔單止係你會問值不值你嘅老豆老母啦，你嘅老師啦，甚至乎整個社會都係問同樣嘅問題，用同樣嘅方式去理解呢個社會係點樣運行嘅。值不值早已經唔係一個消費問題，而係一種被呢個國家、呢個體制同埋呢個意識形態進化到每一個人嘅大腦入邊，成咗其中一種價值基因、文化基因。於是乎，我哋對待好多嘢唔再去關注佢哋本身嘅意義，而係處於一種焦慮嘅狀態之中，焦慮佢究竟值唔值得？去邊個城市做嘢，房價同埋工資嘅比值合唔合理？要唔要出國啊？海歸嘅回報率高唔高啊？要唔要生細佬哥啊？撫養成本同埋養老嘅回報可唔可以打得平啊？生活中嘅情感亦都唔會，亦都係咁樣嘅。你點解要同你喺埋一齊啫？佢配得上你咩？點解要分手？我唔想喺佢身上邊浪費時間啦。呢啲嘢，所有嘅嘢似乎睇身都係好理性，但係其實都係功利嘅嘢。咁樣講唔一定話功利係衰嘅，而係當功利成為咗一種標準之後，我對於值不值呢個執念就會慢慢咁樣吞噬掉屬於人本身嘅感受力。咁再講下深層次嘅原因啦。呢個社會係點樣嘅？佢嘅不安全感係咪造成呢種考慮嘅最重要嘅原因呢？講到底，中國人愛問值不值，唔係因為有幾窮，而係真係缺乏安全感。響一線城市入邊，中產階層睇起身衣衫亮麗，收入都唔算低，但係佢依然生活響好深重嘅焦慮入邊。房太貴啦，買錯一步咧就要負擔多幾廿年。教育資源亦都係好缺乏，孩子都輸不起，永遠同人哋比。個起跑線，自己個細路仔會揸幾遠？醫療、養老、職位永遠都係不確定。你唔會知道聽日會發生啲咩，你唔知聽日嘅政策會變成點，你唔知個行業會唔會一下子就冧晒。比如之前養活咗好多人嘅教育培訓行業啊嘛。呢個係好明顯嘅例子，就係一個政策落嚟之後，就成個行業就煙飛雲散，啲平台一夜就冇啦。呢種巨大嘅不安全感發生喺每一個人嘅身上邊，就係因為咁樣嘅環境，做任何一樣嘢都好似行緊鋼絲咁樣，冇退路，你只能夠盡力做出最合理、最理性嘅決定。你必須最大限度咁樣利用每一分資源、金錢同埋時間，
因為你一旦失敗之後咧，係冇第二個機會俾到你嘅。所以問一問值唔值，其實都算係一種自我保護啦，係對不確定性嘅應激反應。再加上咧，我哋生活喺一個高度壓抑嘅社會入邊，向西方你揀錯咗專業係可以重讀嘅，失敗啦亦都可以終身再起。哪怕你成世人去畫畫、種菜、寫小說，只要你自己開心，冇人會話你值不值。但係喺中國語境入邊係唔可以咁樣嘅，你嘅選擇必須合理，要講道理，要有應有嘅回報。因為成個社會都喺度話你知，你嘅價值等同於你嘅效率，等同於你嘅回報率。響嚟自方方面面嘅同樣嘅呢種理性嘅工具嘅環境下邊，你點可能唔問值不值呢？咁我哋再睇下國際值不值之外，仲有冇其他第啲揀擇？睇 YouTube 嘅人應該都知道，響國外嘅 YouTuber 響推薦產品或者生活嘅方式嘅時候，係比較少用到值不值呢個詞嘅。佢更加多嘅用問法，對於某樣嘢嘅睇法同埋問法，佢哋更多嘅係咁樣嘅：我鍾唔鍾意啊？合唔合適我啊？可以俾我帶嚟咩樣嘅感受呢？好比如一個法國人拍一個 Vlog， 話自己一個人去山入邊住咗3日。中國人可能會咁樣問：呢樣嘢有咩用啫？唔係浪費緊金錢咩？但係對於呢個位法國人嚟講，呢段經歷嘅沉澱係治療，係自我連接，係對自己嘅回應。喺一個更寬鬆嘅文化氛圍入邊，人係可以自由咁樣選擇唔划算嘅生活嘅，因為佢知道人嘅價值係唔需要做證明。而我哋中國人呢，一邊羨慕緊人哋，一般追求緊自由嘅路上邊，將每一步都計算到底，好似捉圍棋咁啊！睇我捉得幾多步？值不值呢個問題本身係冇錯嘅，佢可以好理性，係可以好務實，可以幫助我哋避免衝動同埋被收割。但係呢，喺我哋嘅人生入邊，每一樣嘢都要問值不值。咁我哋最終得到嘅，可能唔係一場最優解嘅人生，而係一場精算式嘅自我消耗。有啲嘢值不值係你自己講咗算數，唔係嗰個賬本講咗算數，更加唔係呢個社會，唔係其他人講咗算數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又要講翻自由啦。咩係自由啊？自由咧係唔需要係要去做啲正確嘅嘢，而係可以接受錯誤，亦都無妨。所以咧，我哋希望有呢一日啦，中國人係唔使去問值不值，而可以大大方方咁樣話，我就係想咁做，因為我呢度想。